人才係實現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元素，但係偏偏香港近年嚟出生率偏低，人口老化問題亦都嚴重，令到部分行業青黃不接，出現人力斷層。另一方面，以往產業發展亦都係單一，新興產業好難揾到合適嘅人才，阻礙發展，向外求，因而成為快速解決問題嘅策略。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同我哋傾下當局喺吸人才方面嘅策略同埋成效。孫局長，歡迎你。孫局長，歡迎你。兩位局長，你哋好，早晨。近年嚟咧，政府推出多項搶人才嘅措施。咁啊，局長可唔可以為我哋總結一下成績？而成功申請嚟香港嘅人才中咧，邊一類型嘅特別多呢？對香港嘅經濟同埋社會帶嚟咩實質性嘅貢獻同埋影響呢？多謝馬會長你呢個問題。其實兩位會長上嚟嘅時間咧正好，我哋喺啱啱2年前，政府就係對外宣布咧，我哋會積極搶人才。咁啊，滿咗2年時間啦。咁啊，回顧過去2年嘅工作咧，我哋就認為成績係相當好嘅，亦都令我哋覺得好鼓舞。因為要搶人才嘅整體策略咧係對路，亦都為香港咧招引咗相當多嘅人才。即係收咗40幾萬嘅申請，批咗20幾萬，嚟到香港咧都係10幾萬嚟香港。如果我哋聚焦些少睇，我哋大家都關心嘅，譬如高才通咁樣啦，高才通咧就11萬幾嘅申請，批咗9萬幾，嚟咗7萬幾人。咁究竟佢哋去咗邊咧？咁我哋都有做一啲跟蹤調查。主要咧一直順應翻香港個經濟嘅狀況嘅，即係好多係做金融啦、商貿啦、創科都有。局長啊，咁啊搶人才政策係咪成功咧？其實除咗要睇下申請嘅人數同埋留港嘅人數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好重要睇下佢哋留唔留喺香港嘅。咁當中咧，高才通頭先你都提及到啦。咁推出咗2年之後咧，咁其實亦都已經係到期啦。咁亦都睇到咧有一啲人士咧，其實係揾唔到工作嘅目前。如果揾唔到工作嘅話，其實佢哋即係有可能咧唔能夠續簽㗎咯喎。咁唔能夠續簽嘅話，又揾唔到工作就要離開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局長你有咩政策係可以幫到佢哋，同埋有冇研究或者探討一下？佢哋咩原因揾唔到工作或者需要離開咧？我哋喺推出高才通嘅時候咧，都講得好清晰嘅。嚟咧個條件好清晰嘅，你一係就高薪，即係揾錢多；一係就高學歷，你個畢業個證書嚟決定你嚟唔嚟到。嚟到咧就係一個互相探索嘅過程嚟嘅。我俾2年時間你，如果你可以成功揾到份工，或者創業嘅話咧，當然我哋就續簽俾你啦。但係如果因為種種原因，佢唔適應香港，或者佢覺得香港唔係佢發展最好嘅地方，我哋都好清晰嘅，大家就和平分手。因為冇辦法嘅，呢個係一個選擇淘汰過程嚟嘅。咁所以即係優勝嘅就留喺度，冇辦法適應嘅咧就亦都冇嘢嘅，即係大家都佢自己可以創業嚇，佢自己創業都得。咁亦都係解咗點解咧？我哋施政報告咧就做咗個政策嘅微調啊，即係 A 類即係高薪嗰啲，我哋就話俾3年期佢。就算佢第一次攞2年咧，自動續多，即係唔係自動，佢可以嚟申請，就變咗3年。就正見到呢一班人咧，佢最大嘅特點咧就係第一揾得錢多固然一個啦，就佢好多係創業。好多佢本身係老闆嚟，咁如果開公司，我哋見到個好處咧，固然佢可以創造經濟嘅價值咧。另外，我哋本地人都多揾工作嘅機會啊嘛。咁所以我哋覺得應該對呢一班咧，就政策上要再加把力。咁所以就變咗3年，同埋做咗今次有個清晰嘅講法咧。就算有一啲人咧，佢就算唔喺香港做嘢，有啲喺香港以外，譬如喺內地做嘢。但如果佢係屬於公司嘅高管或者專業人士，人工又高，我哋人工高都定得好清楚嚇。你每年揾到120萬以上港紙，冇錯。咁你有一段時間要嚟香港做嘢嘅，你又交一部分香港稅都計。咁即係針對呢一類，即係你唔係全部喺香港做，但係有部分喺香港做，人工又高，咁對我哋有好處啊。有冇規定佢1年喺香港要停留多少？我又唔會寫得咁死嘅，但係就要求佢喺香港交稅。咁所以其實即係兩邊做。咁其實好有彈性，好有彈性嘅。咁對我哋有好處，對佢哋又有好處。咁所以你見到高才通過政策都不斷喺度微調緊嘅。冇錯。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將啲我哋想留、值得留嘅人咧，盡可能留喺香港。冇錯。但係就冇得夾硬留嘅。咁啊，局長未來咧又有咩措施同埋策略咧，可以更精準咁吸引
嗰啲香港真正需要嘅人才。例如人才清單嗰度咧，就話要加入推動8大中心嘅發展人才，同埋咧就係成立呢個教育、科技同埋人才委員會，以統籌跨部門、跨局嘅嚟到推動相關嘅工作咁等等。人才清單咧，我哋之前都已經更新咗一次嘅，好快咧，我哋會再做新一輪嘅更新，當中咧都會對焦翻香港發展8大中心嘅需要。另外咧就有個好重要嘅委員會，就啱啱阿馬會長講嘅，就教育科技人才委員會，呢個就請咗阿陳國基司長做主席，我係委員兼秘書長啦嚇，咁啊仲有2個局長喺度嘅，就係創科局局長孫東同埋阿蔡局長喺度嘅，呢個好緊要嘅，因為我哋越嚟越見到咧，單睇人才政策都唔夠噶啦，人才嘅目的其實就係為香港未來嘅發展啦，咁啊科技係一個重點啦，另外咧人才來講，香港吸引力咧，教育係一個重點嚟嘅。係一個亮點啊，應該嚇。咁點樣可以將一體化去做咧？呢個就係阿司長嗰度。其實局長，我哋廠商會都對呢個人才清單，你都有啲建議嘅。例如我哋話提議將嗰個所謂工業人才咧喺創科人才中分咗出嚟，將呢個所謂智能製造啊、工業工程啊、ESG 啊，甚至咧中試呢類嘅實用型嘅人才納入其中，嚟加快推動呢個新型工業化同埋創科發展。呢啲希望咧，局長可以考慮一下。多謝你哋提，因為個人才清單要做得好咧，係一定由業界提意見俾我哋嘅。因為其實業界最清楚你需要邊一類型嘅人才咧，令香港經濟發展就更加好、更加蓬勃。歡迎好，而且我哋唔係做一次嘅，即係我哋時不時都會更新個人才清單嘅。係冇錯。Chris 啊，去年咧3中全會嘅決定咧，表示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啦，咁政府咧就點樣去回應中央呢一個期望，去吸引國際人才咧？咁另外喺施政報告提到咧，會主動咁邀請國際高端人才嚟香港發展嘅。咁當局有冇一啲具體嘅計劃啊？例如對象同埋方式？咁你認為咧，對於呢啲世界頂尖嘅人才嚟香港，而香港咧有咩個人嘅吸引力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一國兩制咧係。你可以話係一個世界獨有嘅制度嚟嘅。係習主席多次都講咗，一國兩制有強大生命力。經過實踐咧，都證明一個非常之好嘅制度。唔單止係國家覺得好，香港覺得好，其實投資者都覺得好嘅。咁點樣用好呢個制度嘅優勢咧？其中一點咧，就可以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係呢個係有我哋嘅優勢嘅。一咧，你見到我哋嘅人才政策咧，會再進一步將佢優化。包括啱啱三明講嘅啦，就係針對啲特別優秀人才咧，你唔好煩人哋啦，叫人哋申請，不如我哋即係禮賢下士，去主動邀請佢，喂，你嚟香港得唔得啊？咁樣三顧草廬，三顧草廬，我覺得要有呢個精神嘅嚇。呢啲係對於無論係大家見到最近啲超級嘅體育明星啊，喺商界嘅奇才啊，或者啲大老闆啊，人人都想希望佢嚟香港嘅。咁我哋向佢招手啊嚇。咁啊，如果佢嚟到，唔係淨係佢自己同埋家人喎，佢可能成盤生意都帶咗嚟香港㗎嘛。冇錯，係咪？譬如一個超級體育明星嚟到，唔係淨係話嗰個體育活動，佢後面個產業都好厲害㗎嘛。咁啊，有凝聚力，有凝聚力。呢啲我哋會持續咁去做嘅。咁另一個就都借呢個機會咧，説好香港故事。其實你過嚟嘅香港嘅人咧，尤其是外國人咧，都讚不絕口嘅。邊度揾咧？全世界都冇香港咁好，水又低，環境又靚，人又對你好。我哋嘅基建全部都係世界一流嘅，出行又方便，設備又好，設備又好，即係人才又夠集聚。冇錯，呢啲要多講啊！我哋去講，人哋話你自己賣花讚花香啫嘛。但係揾個即係揾個我哋商界成日都去講，咁啊就佢冇嘢要擦我哋鞋㗎。我哋成日都係同啲商界講嚇，我即係同翻我哋啲客講。咁客咧就喺翻佢哋國家講，咁呢個仲有用，我覺得。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吸引到一啲頂尖嘅人才嚟香港，其實以佢作為樣板嘅話，其實一樣由佢而可以引到好多其他嘅即係頂尖嘅人才嚟嘅喎，即係嚇羊群效應咁樣，喂一齊嚟喺香港啦咁。希望揾到1、2個咧世界公認嘅頂尖人才喺香港講下嘢。有時佢嚟咧就好過我哋千言萬語啊！冇錯，最緊要佢嚟。係嘛？所以呢啲我哋會持續去做。局長嗱，咁世界各地都喺度搶人才，內地都一樣。咁香港同埋內地，特別係其他大灣區嘅城市，喺引進人才方面咧，有冇咩合作同埋協調咧？已經可以避免呢個大家互相競爭，同時又優勢互補。
大家合力去協助到國家發展高質量。大灣區融合發展咧，就係一定係我哋嘅主旋律嚟嘅。咁唔係淨係講人才㗎啦，或者係經濟發展，方方面面咧，香港個角色係特別嘅。因為香港明顯見到咧，我哋國際化最高程度最高，對於尤其是國際化嘅人才咧，係一個自然嘅選擇嚟嘅。咁所以香港會成為一個大嘅門戶嘅角色嘅。但係奈何我哋嘅土地面積都係有限。我哋經濟體量亦都係有一定嘅局限。你一定係依靠大灣區作為一個腹地，你嚟到香港就自然就包含咗成個大灣區市場，同埋輻射成個內地市場。咁你嗰個 value proposition 就好唔同㗎啦。好多人就願意嚟嘅，所以要咁樣同佢傾。其實Chris 除咗即係高端人才咧，有足夠嘅技術專才同埋一般勞工咧，其實對社會高質量嘅發展咧係好重要嘅。咁好似我哋製造業咧，就經常揾唔到中層啦，或者懂得操作儀器嘅技術人員或者一啲工人咁。根據去年底咧公佈嘅人力資源推算結果顯示咧，香港未來5年嘅人口短缺咧就持續擴大嘅。咁當中咧熟練嘅技術人員咧就佔超過有1/3，咁缺咗6萬人咁多嘅。咁阿 Chris，咁呢啲行業咧人手短缺特別嚴峻係咩行業咧？咁另外咧你亦都透露過咧，政府喺未來3年咧會新增一啲渠道，輸入1萬名熟練嘅技工。咁而家嘅人才輸入計劃或者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係咪滿足唔到呢啲需求咧？人才人力方面咧，我哋應該咁樣去劃分睇嘅。我哋本地就係個本嚟嘅，呢個係一個基礎本嚟嘅。但係我哋都見得到咧，隨住我哋人口老化，我哋經濟增長有咁嘅需求下面咧，開始出現咗有缺口嘅。有缺口咧，如果係本地補充唔到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要通過輸入外來嘅人才人力去補個缺口啦。咁人才人力分3個級別去睇，啱啱我哋傾咗係高端嘅，個高端你可以視之為佢起碼有個大學學歷以上，咁啊呢個高端啦，我哋講咗好多啦。下面我哋都已經做緊嘅咧，就係嗰個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同埋3個行業嘅輸入計劃。咁呢個就係低端啦，即係大家都用到侍應啊，去招待員啊，或者護理啊嗰啲，我哋已經有啦。中間就有大缺嘅。咁所以今次我哋講話，啱啱喺施政報告講咗咧，就係嗰個技術工種專才嘅，所以我哋希望3年內有1萬左右嘅名額咧，就係講中端嘅。中端除咗我哋一般知嘅技術工種，譬如話整電梯啊、整水喉啊啲技工，即係熟練技工級別以外咧，如果我哋要發展高端生產或者一啲特別嘅行業，唔一定係技術工種，譬如你話我哋要搞文化藝術，你要搞茶藝，你要搞或者品酒師咁樣，你都唔夠㗎。冇錯。咁嗰啲你都要應該有一個機制，令到一班佢本身個工種唔需要大學學歷嘅，但係佢技能要好強。嗰啲冇大學學歷，但係佢技能好強，我哋需要嘅人。所以個名單我哋都問咗商界，就你哋話俾我哋聽，缺邊啲？然後我哋定個名單，咁嗰啲如果定到嘅話咧，咪通過呢個計劃可以嚟到香港，咁啊高中低都有嘅嘛，咁就一齊張啦。我覺得就可以對成個香港經濟發展就全面啦。咁啊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嗰度咧，咁我都聽到咧，即係啲反應唔錯嘅嚇。咁好似我做酒樓咁，我哋都有輸入啲勞工，咁啊發現咧普遍咧佢哋都好投入同埋好穩定，咁啊係即係短暫嚟講係可以暫時舒緩到嗰個人手短缺，但係咧即係由於我哋嘅僱主嗰個特別係香港啊，嗰個租金咧而家越嚟越高，咁我哋作為僱主咧嗰個負擔咧可以講話係成本咧係不免咧就會上升咗嘅。咁啊，我覺得即係特別對啲小型嘅餐飲業嗰啲咧僱主咧長期嚟講咧，佢哋嗰個負擔可能係吃不消嘅。咁啊，會唔會喺呢方面我哋嗰個勞工嘅計劃咧會彈性啲處理咧？啊，譬如喺提高外勞居住成本嗰個所謂嗰個影嗰個喺個工資入邊嘅抵扣上限嗰方面做啲所謂彈性處理咧？我哋推出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咧，都行咗年零㗎啦。咁啊，如果埋單計咧，我哋今年批出個配額，淨係講呢個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咧，就4萬幾個，都回應咗業界唔夠人。嚟緊嘅時間咧，我哋會做檢討。咁所以無論商界啦、勞工界咧，都歡迎大家開心見誠。即係大家，因為我哋經歷咗一段時間啦，咁你都應該提一啲你嘅睇法。咁我哋將佢總合起嚟咧，我哋就會做一個檢討後，咪做一個睇法，係咪需要地方係要優化，
點樣做。冇錯即係當然我哋都要平衡嘅，係即係我哋既要即係商界合理嘅，我哋要聽啦。呢個當然勞工界佢有合理嘅訴求，咁我哋都要聽嘅。總其大成，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個計劃咧更適合香係啊，港。我就聽到好多啲中小企咧就提議話嗰個優化計劃嗰個所謂住宿嗰方面咧，就嗰個抵扣咧係唔夠嘅嚇，我哋要另外額外再補貼嘅，咁所以就有啲提議出嚟。咁當然啦，其他仲有啲咩，我哋第日廠商會再見。其實都歡迎廠商會咧，如果你有啲統計數據咧，又不妨俾啲我哋。好啊，勞工處都做緊嘅，因為我哋都想問一問，而家咁多僱主請咗，有好多都係選擇香港住，究竟佢個實質嘅住宿費用係幾多？我哋都想知嘅，我哋都問緊嘅。嗱，因為廠商會有好多會員啦，你哋都喺各行各業都有啦。如果你哋廠商會有做一個，即係去問一問。我哋諮詢下啲會員，攞啲資料，攞啲實質嘅資料，攞到啲數據。係啦，其實過往呢幾年嚟，我哋即係好多行業都經營上相當辛苦嘅。咁即係除咗經濟嘅影響，即係人才嗰方面咧，亦都係缺乏啦。咁喺呢一方面，其實聽見阿陸局長頭先所解説嘅話咧，除咗即係高端人才啦，即係高中低都全面咁樣去涵蓋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對整體香港嘅社會嘅發展咧，無論係經濟方面啊、民生嗰方面咧，都好有幫助。一齊努力啦，因為而家大家嘅主旋律都係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其實香港就冇分彼此嘅，係咪？如果我哋嘅經濟做好咗，即係你哋生意做大咗，咁自然香港人揾工嘅機會又多啦。大家都水漲船高啊嘛。我覺得好清晰嘅，即係呢個即係政府嘅角色都係喺政策方面，喺我哋工作方面，希望令到香港更加好。係啦，咁啊實事求是嘅，而家做嘢係都係。咯。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多謝孫局長同我哋傾偈。推動香港人力資源發展同埋轉型，除咗政府嘅措施，教育界以至我哋僱主同埋業界都要通力合作，先至能夠支撐香港新質生產力嘅發展嘅。廠商會唔單止係工商團體，更不斷投入資源喺人才培育同埋教育方面，包括同各大院校緊密合作，令到本地培訓出嚟嘅人才切合業界嘅需要。一陣我哋就請嚟教育界嘅代表分享一下香港近年嚟喺職專教育方面嘅發展。再次感謝孫局長，多謝晒，多謝兩位，多謝兩位。培育具備高素質、高技術技能嘅人才，對發展新質生產力係好重要嘅。廠商會早於50年代已經積極倡議發展工業教育，除咗率先向政府捐款成立工業學院，即係今日嘅香港理工大學，更先後創立2所職業先修學校。我哋亦持續透過捐款、提供獎學金同實習嘅機會等方式，支持各大專院校培育人才。今日我哋有幸邀請到其中一間同廠商會合作無間，同時亦係本港技術人才搖籃嘅職業訓練局 VTC 嘅主席戴澤棠先生，同我哋分享一下香港職專教育點樣與時並進，去配合香港新發展方向。會長你好，你好。戴主席啊，咁我想問下你一啲問題啊。咁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嘅背景之下咧，社會對職專教育嘅睇法同埋期望有咩變化咧？科技創新同埋產業嘅升級咧，就係發展新質生產力嘅基礎。各行各業對技術專才嘅需求咧越嚟越大，而職專教育咧係注重實踐同埋理論嘅結合，培養學生嘅創意思維同埋應用技能，成為行業所需要嘅人才。喺發展新質生產力嘅大方向底下，有更加多嘅企業同我哋開展雙向嘅合作。一方面，由企業為 VTC 嘅學生提供實習嘅機會；而另一方面咧，由 VTC 為企業嘅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去提升專業嘅技術同埋個人嘅技能。面對產業轉型，你認為香港職專教育應優先發展喺邊個領域呢？VTC 因應香港8大中心嘅發展咧，我哋其實積極推動好多個唔同嘅專業範疇嘅職專教育，包括創新科技啦、文化創意啦、酒店及旅遊業、航空航運服務等等嘅數碼應用喺整個產業鏈嘅轉型中咧，係起住非常關鍵嘅作用嘅。因此，我哋喺每一個課程裏邊咧，都加入咗資訊科技必修嘅單元，例如人工智能啦，去加強學生嘅數碼技能。喺政府嘅支持底下咧，
我哋喺2023年成立咗香港資訊科技學院 HKIIT， 就要培養更多嘅網絡安全、人工智能、雲端系統應用等等嘅 IT 人才，去提升整體就業人口嘅數碼能力。此外，我哋喺青衣嘅校園亦都興建咗新嘅航空同埋航海教育中心，將會喺今年嘅年底落成，可以為行業嘅人力培訓提供多一所先進嘅教學設施。而配合經濟綠色轉型， VTC 亦都投入新能源產業嘅人才培訓。舊年我哋就喺青衣校舍設立咗全香港第一個電動車培訓中心，去探索新能源，特別係氫能嘅運輸、檢驗、技術同埋技能嘅培訓。另外咧，以往我哋經常聽到業界就喺本地揾唔到適當嘅技術人才，咁 VTC 將點樣同工商界加強合作，確保人才培訓精準對接行業嘅需求，實踐產教融合嘅理念呢？係啊，呢個都係我哋成日面對嘅問題。而 VTC 嘅強大業界網絡咧，就係成功培育行業專才嘅重要嘅關鍵嚟嘅。我哋轄下咧，其實有25個行業訓練委員會，有超過500位業界，亦都包括廠商會嘅代表，提供對人才同埋技能需求嘅寶貴意見，而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嘅課程咧同社會嘅需求係緊密對接。我哋亦都喺政府同業界嘅支持底下咧，推行 Earn and Learn 呢個職學計劃，透過僱主參與職場學習同埋評核，去提升培訓嘅成效。我哋亦都經常同業界合作，去提供講座啦、工作坊啦，同埋一啲協作嘅項目咧嘅等等嘅學習機會咧，去實踐產教融合。所以咧，畢業生一入職就可以迅速咁樣去適應職場嘅環境，投入工作。主席啊，培育人才咧固然係重要嘅，留住人才咧更係關鍵。政府推出咗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俾嚟港修讀合資格 VTC 全日制高級文憑嘅非本地生畢業之後可以留港發展，培養並且留住具備國際視野同埋卓越技能嘅新世代人才。廠商會咧十分支持呢個計劃，更聯同屬下工業發展基金撥款，支持 VTC 嘅非本地生修讀相關嘅課程。不如你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計劃咧？係啊，會長，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計劃嚟嘅。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我哋叫佢 VPass 啦。咁咧就係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嘅一個試行計劃嚟嘅。現時計劃係涵蓋咗12個人力需求殷切嘅指定技術行業，例如創新及科技啦、航空運輸及物流啦、機電工程啊、電子商貿啊、生物及健康技術、化驗服務等等嘅。非本地生完成咗呢個課程之後咧，係可以留喺香港從事相關專業嘅工作，成為行業嘅專才。VTC 非常感謝廠商會同埋眾多業界嘅夥伴支持呢個 VPass 嘅計劃，包括提供工作實習同埋獎學金啦，去吸引非本地生嚟香港就讀 VPass 嘅指定課程，學習融入香港嘅生活同埋職場，發展事業。我哋非常之希望佢哋畢業之後可以透過 VPass 呢個計劃咧，留喺香港，成為香港人才庫嘅一份子。多謝戴主席。職專教育喺香港科技革命同埋產業變革嘅過程之中咧，擔當重要嘅角色嘅。廠商會亦都會繼續全力支持 VTC 嘅工作，攜手培育香港未來所需嘅人才。再次感謝主席。多謝會長。